接落来，咱来关心国内疫情。疾管署讲，长病毒对4月到6月会豆进入高峰期，即马问急诊的人数就变多咯。也若某一部分呢，有一个带病入境的外籍学生，这是这5年来头一个外籍学生感染案例。那讲到炎症呢，4月拢总增加2例。疾管署是呼吁讲，若准有感染风险的人，就要赶紧去注疫苗，保护家己。 最近天气愈来愈热，疾管署嘛提醒国内的长病毒为4月到6月会渐渐进入疫情高峰期。疾管署上新的统计，4月12到4月18，长病毒问急诊的就诊有3500多人次，比顶礼拜加16.5%。疾管署讲，目前台湾主要监测到的是 A 型，甲疫情严重的越南无同。 那越南今年通报数已经有26000多例，而且超过50%是71型的长病毒。那目前的一个主要病毒株是 A4、A6 还有 A16。那我们目前呢，并没有监测到一个长病毒71型的一个病毒株。针对越南的一个疫情呢，我们仍然会严密的来观察、来监测。那也提醒民众呢，要特别的一个注意，如果有长病毒重症的一个前兆的时候呢，要尽速来就医。另外，疾管署嘛公布，国内新增加一例境外移入的麻病例，是北部的外籍学生，嘛是这5年来头摆有外籍学生挖到麻。疾管署嘛已经发文给教育部，提醒学校宣导疫情预防措施。那炎道疫情方面，疾管署讲，今年4月新增加2例，分别是30几岁甲40几岁大波，这2个人拢无注疫苗。 那不过这2例其实也是都有这个跟不特定的陌生异性对象发生性行为的情形。那 M 痘的话呢，其实它最主要还是透过这个密切亲密的接触。此外呢，接种疫苗其实还是可以有效的预防 M 痘的感染哦。如果是这个完整的接种2剂疫苗呢，保护力是可以高达90%以上。 疾管署表示，今年到达已经累积12例 M 痘确诊病例，比去年同期加1倍。嘛提醒都算无符合公费 M 痘疫苗注射资格，若有医生评估确认有感染的风险，嘛通自费注疫苗。记者郭金勇、志光台北报道。